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会当三自执、三敬拜。愿上帝的话要成做咱生命中间的帮衬，请咱搁一摆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因为你的听无离开阮，互阮犹原踮伫困难的时刻，感受到主你将平安藏伫阮，围雷踮伫阮。主愿你的神临在踮伫阮逐人，通过山顶的敬拜，你将你的话启示阮，也成做阮众人的祝福。阮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我想踮伫即礼拜中间，咱也渐渐地发现，咱应该有足侪兄弟姊妹开始去注射，对无？有足侪兄弟姊妹开始咧注射，咱对年长的开始慢慢一直，即马应该50岁以上拢有机会，一直咧排队。慢慢咱来看，这哪亲像一个全民运动共款，敢若逐个人拢会有即款的经验。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也不断一直咧学习。咱一直咧学习啥物？咱一直咧学习怎样面对我。到底要怎样做决定？做啥物决定？我要出门，无爱出门；我要甲人接触，是无爱接触；我要用啥物款的方法甲人连接？我要注射无？咱一直拢咧做决定。但是无论咱的决定是啥物，其实踮伫现在这个时刻，这拢是咱共同参与伫一个超过咱想象的事件。这个事件会互咱检测拍开心的眼光，嘛有可能互咱感觉到底什么时阵才会过呢？但是无论安怎，这是咱共同的经验的。如果这一切拢在伫上帝，安尼咱嘛必须爱来问上帝，你伫现在这个时刻，互咱每一个人拄到这款的境遇，阮到底应该爱学习什么？阮到底要怎样甲阮身躯边的人建立一个共同的记忆，建立一个共同合一的行动？这个合一的行动是啥物？为着要互整个的社会会当迈进，为着整个的社会会当迈进一个更较好好的世界，要看见一个更较美好的世界。逐摆咱咧读以弗所书的时阵，我想你会感觉，如果你有定读圣经的话，你会感觉以弗所书甲其他保罗的批信有小可无共款的所在。踮伫以弗所书内面的以弗所书内面，伊敢若咧讲一个真大的道，咧讲一个真大的道。这个道咧讲啥物？这个道所咧描写的是基督怎样掌权踮伫这个世界中间。基督怎样成做所有教会兄弟姊妹的主？伊咧描写这件事。为什么伊要描写这件事？因为保罗咧强调，教会是啥物？教会是受到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这最重要。教会是一个受到耶稣基督呼召来成做一个团体的一群人。这是属伫基督，咱是属伫基督，教会属伫基督。但是咱活伫什么款的世界？咱活伫一个看起来有邪恶势力咧掌权的世界。所以咱会当安尼讲，教会甲世界有当时哪亲像一个走伫两条线，两条袂交叉的线。但是因为咱活伫这个世界，所以其实咱逐日拢咧面对挑战，逐日拢咧面对我即马到底要安怎做决定。所以踮伫保罗写以弗所的部分，伊伫咧强调这件事，是基督掌权踮伫咱整个的信仰团体中间。教会应该爱活出基督的款式，总是每一代的教会，敢真正拢会当完全活出基督的款式吗？老实讲，这是困难的，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
每一个人也受到这个世界教导的、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每一个人的想法完全无共款。教会袂是一个咱所想象完美的所在，包括咱看到以弗所。虽然以弗所书内底所描写的，互咱看到是一个那亲像完美的教会，但是伊其实是不断行伫迈向完美的过程中间。尤其最重要的是，保罗咧强调教会拢拄着啥物？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的差别。犹太人甲外邦人的中间，那亲像有一堵墙徛起点伫遐，互因一直咧学习，但怎样要做伙合一？有迄堵墙点伫遐的时阵，犹太人甲外邦人一直咧面对，阮到底教会是啥物？保罗嘛一直咧牧养，也咧一直咧教导的，也是即项事。有遐尼济墙为徛点伫咱的身躯边的时阵，到底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要怎样？要怎样和好？要怎样成做一间教会？要怎样成做一间真正不断军队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头拄我讲的教会是啥物？受到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人组成的信仰团体。如果这是教会，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属伫耶稣基督，只不过因为咱踮伫这个世界，互足侪墙来隔绝人甲人中间的距离。这是以弗所教会咧面对的。伫今仔日个世界中间，其实咱也共款，敢毋是？咱也共款的面对这项事啊，因为咱有无共款的背景，咱有无共款的年龄，咱有无共款的性别，咱有无共款的政治立场，咱有无共款的工作，所以咱会组成一个搁一个无共款，足细的群体，足细的团体，咱会因为咱较惯势，也是咱的年龄较相近。咱的立场较相近，所以咱会组成一个搁一个无共款的小的团体。而这个团体有当时啊，那亲像踮伫人甲人中间，一直有足侪无共款的墙共款。虽然咱拢会讲，教会应该爱是一个接纳侪人的所在，接纳无共款人的所在，但是咱认真来想，教会内底敢真正无墙吗？教会内面敢真正无墙吗？是啊，咱面对足侪墙，无共款的年龄层是一个墙，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立场，拢是一个无共款的墙。既然是安尼教会到底要安怎？一直爱强调，头拄我一直讲的教会的定义，咱是受到耶稣基督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受到耶稣基督所呼召，所以咱是一直咧学习咧向前，咱是一直咧学习甲人和好，咱是一直行伫这个过程中间。所以，如果咱是一直咧向前行，教会敢真正是咱所想的完美的吗？老实讲，毋是。教会毋是完美的，但是教会是一直行伫和好的过程。教会是一直行伫学习的过程。有一个社会学家，伊咧做研究，伊咧研究每一个真细这个团体吼。伊讲所谓的团体，老实讲无法度正做这个团体成员真正的支持。这个研究真趣味哦。伊讲伊咧研究每一个无共款的团体的时阵，伊会发现团体内面的个人，因会感觉讲其实。这个团体无一定真正会当带互这个个人真正的支持。若是安尼，这个团体是要有啥物路用吗？伊讲大多数的团体只不过是敢若甲人成派尔。为什么成派？因为人是顺着家己的私欲来组成一个团体，因为顺着家己的私欲要组成团体，所以。咱敢若想要踮伫团体内面，感受到互人
互人听，有人要听我的声音，受到我要讨一寡怨叹的时阵，有人会当支持啦尔。啊，若是少年人咧讲，就是只想在团体当中被摸摸头而已。啊，只要踮伫这个团体内面，有人开始要认真教导，有人要认真来探讨每一件事件背后的责任的时阵，内面的人都开始会离开。因会离开，啊，要选择另外一个感觉搁较会当支持因的团体。咱认真来想，有当时啊嘛是安尼，敢毋是？咱踮伫教会嘛会犯着这个毛病。咱只不过是想要踮伫遮受到一寡人愿意支持我，愿意听我的声音。但是当真正拄着困难的时阵，无一定真正教会内面，咱身躯边兄弟姊妹愿意诚做咱生命中间的开力，要做伙陪伴咱行头前的路站。这是教会。这礼拜三，唔知影咱有看圣经学堂无？有足侪匿名提问啊，等来的牧师家。唔知你看这个问题的时阵有啥物款的感觉？其实我看这每一个问题，我拢感觉真趣味。第一时间看到的时阵，感觉哇，竟然有人要问这个问题，要问啥个问题？啊，问讲啊，到底基督徒会当甲毋是基督徒的人交往无？啊，咧问讲啊，我若是得着忧郁症，我敢是受着魔鬼的控制吗？有足侪无共款的问题走出来。啊，一开始我咧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拢一直咧想哇，到底这个问题我要安怎回答？啊，一直咧想的过程中间，慢慢发现一件事。啊，为什么伊要用匿名提问？为什么咱匿名提问了后，遮侪问题走出来？啊，有当时啊，咱所要面对的，就是咱唔敢将咱真实的问题讲出来的原因是，咱足惊别人安怎看我，咱足惊别人啊听到了后，伊会用什么款的眼光，用什么款的角度来批判这件事，所以大家人唔敢讲。啊，慢慢踮伫一个团体内面。咱正做一个唔敢讲真话的所在，啊！伫教会内面，咱就慢慢，因为大家人拢唔敢讲真正的话，所以伫教会内面，咱嘛唔敢面对责任，唔敢面对挑战，唔敢面对世界的冲击。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咱活伫这个社会中间，活伫这个世界中间，咱必然拄着的挑战。总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嘛真认真咧想，为什么今仔日的教会无法度带互兄弟姊妹力量去面对遮尔济的挑战呢？检测，咱一直行伫一个，咱敢若想要建立一个彼此支持啊听情感的所在就好啊。咱无真正想要去陪伴人。面对咱踮伫这个世界中间的困境，面对这个世界中间的挑战，教会慢慢变成做用什么成做主体，用时间成做主体啊！咱追求爱有足侪时间，咱追求爱有效率，咱追求爱有发展，团体成做一个搁一个完成任务的团体。伊是一个完成任务的团体，啊，因为是任务，所以伫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间，一个搁一个高墙就安尼建立起来。啊，咱的组织是为了要完成事，要完成一件事，毋是要学习生命的功课。所以到伫上尾啊，咱hand落踮伫足侪关项，围踮伫咱的身躯边，虽然咱看起来。踮伫教会内面，但是实际上，咱并无真正合做一体。虽然咱看起来咱属伫教会，但是咱拢袂记我一直咧讲的，咱是受到耶稣基督呼召，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要不断实现上帝国，要不断实现上帝的使命。所以保罗不断咧强调的是，基督来的目的就是安尼。伊要传和平的福音，
互所有的人，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咱也会当讲是和睦，也是和好。和好是啥物？就是拍倒咱所有的围墙，拍倒所有的围墙。基督要正做和好的溃烂，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基督要互遮的人，搁一摆踮伫十字架顶面的疼，要合做一体。保罗清楚知即件事，保罗嘛用即件事不断要鼓励兄弟姊妹，要鼓励兄弟姊妹是，咱是照着十字架的疼，照着耶稣基督的死，所以拍倒一切的墙，要带咱看见的是，每一个人拢是受着上帝呼召的使命，然后咱要合做一体，要合做一体来实现上帝的使命。伫合一这件事顶面，咱定定拢会听到教会一直咧讲爱合一，爱合一。但是有当时啊，迄个合一到上尾啊是，足敏感的是，到上尾啊，老实讲叫做统一，毋是合一。因为合一是咱每一个人会当有无共款的想法，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价值，有无共款的表达，但是建立点伫耶稣基督的疼。咱会当得到一个真大的合一，哪像一个雨伞共款，耶稣基督包围咱每一个人。但是有当时啊，咱一直咧想象的合一是统一，啊，啥物叫做统一？用政治来讲就足清楚啊，就是有较大力量的、有权力较大的，想要甲较细甲伊食去，这叫做统一。有当时啊，咱咧面对教会合一的时阵，老实讲，毋是合一，咱一直咧讲的是统一。保罗所对付的就是这，保罗所咧对付的就是，无论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只要建立点伫耶稣基督的疼，建立点伫耶稣基督的疼，咱会当真实正做一体，真实正做一体。然后这个合一，这个和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毋是任何人的工作。人一直想要追求的事，到伫上尾啊，咱发现，咱只不过是一直建立无共款的团体，然后无共款的围墙踮伫咱的身躯边咱尔。到伫上尾啊，咱无法度正做一间真实的教会。保罗讲，外邦人无过是会外的人，外邦人无过是生分的人，因是上帝的子民。是甲上帝相国的人，这是真重要的宣告。因为在犹太人的思考，因一直咧想的是一定要受割礼，一定要遵守律法，才会接受的上帝。但是保罗咧强调的是，外邦人对接受耶稣基督迄点开始，因已经是上帝相国的人。这个合一要拍倒所有的关墙。要建立正做啥物？要建立正做真正的圣殿。这是伊所讲的。咱通过我靠基督，一个搁一个，那亲像石咧塔，慢慢塔起来了后，咱要建立一个真实的圣殿，也是照着圣神，咱会当徛起的所在。所以保罗所讲的合一是。咱每一个人照着军队耶稣基督慢慢，咱无共款的文字，无共款的想法，无共款的性别，无共款的政治立场，无共款的背景，咱慢慢三搭起来，要正做一个圣殿，就是教会。这是以弗所书互咱真水的一把刀。这咧提醒咱毋是完美，但是咱永远是行伫这条路的中间。我想踮伫咱信仰成长的过程中间，咱应该有一寡真水的记忆。迄真水的记忆是咱甲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照着信仰的缘故，咱想要共同完成一件事，完成一件咱心内底就想要完成的事的一寡经验吧。踮伫咱自少年团体还是青年团体。
咱大概拢有甲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要做伙完成一件事的经验。迄个完成的过程其实是重要的，因为迄个经验要帮助咱继续向前行，也咧提醒咱一件事：圣经毋是写好个人，我所讲的个人是圣经，咱应该安尼看，圣经是写好一群人。圣经写好一群人，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阵，爱会记哩一件事，伊是写好一群人咧看的，伊是写好一群人，然后踮伫礼拜中间读出来。也就是说，那叫众数S， 就侪人做伙咧看的，毋是个人，是一大人做伙咧看圣经。这互咱一个真大的帮助是啥物？迄代表讲，毋是爱咱靠家己的气力讲我若是做袂到要安怎？我若是做袂到的时阵，我要安怎？是因为这是咱做伙咧面对圣经，咱做伙咧读圣经，所以当咱做伙读圣经的过程中间，圣经的话是对咱每一个人做伙来讲的。咱只不过有当时伫这个世界，互一个搁一个。愈拆做个人，也是愈追求家己的成就的时阵，咱袂记哩，咱是甲咱身躯边的人要做伙向前行的。所以我才会鼓励咱搁一摆去想，对细汉到大汉，互你印象上深，踮伫教会内面，也是踮伫团契内面，互你感受到上界甜蜜的记忆话是啥物？互你感受到你会甲你团契中间的兄弟姊妹共同要打拼，完成什么事？迄个记忆是啥物？迄才是重要的。咱毋是要完成事工，是想要迈进的过程中间，咱共同参与的迄个记忆到底是啥物？迄个记忆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正做咱的气力，互咱一点一滴，咱要做伙来建立真实的教会啊！最近这段时间若是有咧看牧师的 Facebook， 你会发现，阮顶礼拜一直咧录音，包括我甲牧师女两个囡仔，阮一直咧录音咧唱歌。这项事是有一日我甲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咧开讲，因为疫情爆发了后，阮咧开讲讲。会当过去踮伫大学的时阵，咱有一群人，逐礼拜足认真咧唱歌，逐礼拜足认真踮伫总会的地学室咧唱4部的诗歌。经过已经差不多20年的时间啊，我咧甲伊讨论讲，疫情影响咱真济，咱拢踮伫逐人的厝内底，敢有机会无咱过一摆来唱歌看卖？阮讲了，就甲即项事拢囥咧。嘛看一直咧等待上帝到底要做啥物。几礼拜以后，这个朋友阁甲我讲，这个朋友来甲我讲一项事，伊讲伊接到一个消息，讲，伊爸爸是牧师，所以伊爸爸是牧师，看到咱现在台湾拄着遮尔济人的心无平安的时阵，咧问伊讲，因为伊是音乐的创作者，问伊讲，你敢会当写一条歌？写一条歌，邀请你的所有的朋友做伙来唱无？传互搁教会无？伊就甲我讲这件事，我听我就讲，这件事困难，有难度，倒位有困难，因为咱逐个人散伫无共款的所在，到底要怎样甲所有人拢组织起来？所有人拢组织起来，佫毋是问题，背后虾米人要来做这个？后置剪接的工作，阮就迄个咧讲的过程中间嘛，无一定有答案，只好囥伫基督中间，我紧咱看上帝到底要安怎带。佮过几工了后，阮开始咧敲找资源，有朋友斗相共来讲现在会当安怎去实现，所以伊的曲嘛出来了后，就开始分互所有咱。进前20年前做伙唱歌的这群人，就讲互咱一礼拜的时间，一礼拜爱完成这个功课，一礼拜爱完成，咱才有法度搁继续落去。所以就阮开始咧进行这个任务，
伫进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间，我也甲伊讲，会记你一件事吼，20年过了，咱足侪人有囡仔，20年过了，咱足侪人有囡仔，所以敢会当互囡仔嘛参与落去？伊想想讲，好有道理，所以咱嘛互囡仔会当参与踮伫这个任务中间，所以就开始一个家庭，大家人爸爸妈妈带囡仔做伙唱歌。开始用无共款的方法，想要甲这项事结连起来。这项事想要结连起来的过程中间，到现在任务还未完成，总是大家人已经开始受到感动。大家人受到感动是啥物？当咱看到一个又一个影片出来，虽然20年过了，有人可能观音已经唱袂起来，已经唱袂起哩啊！有的囡仔嘛毋知要安怎教囡仔唱歌。虽然看起来无遐尼完美，但是踮伫每一个影片搭起来的过程中间，那亲像佫重新咧回想20年前团契的经验是啥物？20年前做伙因为耶稣基督，所以结连起来的经验是啥物？尤其踮伫疫情的中间，平常时咱拢足无用，但一直因为咱有这个社会中间足侪事需要，使咱咧向前行的时阵，咱想要一直完成一个又一个事工，还是完成一个又一个工作的过程，咱会袂记哩到底一开始为虾米，我会甲我身躯边遮团契兄弟姊妹同组织。伫疫情的中间，这也是互咱停落来去思考的。为虾米咱会踮伫遮？为虾米咱会成做一个团契？为虾米咱会成做一间教会？伫这间教会中间，伫这个团契中间，伫咱每一个家庭中间，咱所看到的到底会是啥物？咱敢会当搁继续学习，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咱家己，有好歹，会当美好。嘛，会当真正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无？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这首诗，这首诗我一直咧思考到底要安怎写的时阵，忽然间走出一个画面是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有无共款的特色，春夏秋冬有无共款踮伫迄个季期会发生的事。每一个人意爱的季节嘛无共款，有人介意春天，有人介意夏天，有人介意秋天，有人嘛介意冬天。但是无论到伫虾米时刻，咱爱面对的是上帝带咱行入第5个季节。迄个第5个季节是合一的季节，迄个第5个季节是拍倒怪兽的季节。所以这首诗我安尼写：春来了，花拢咧开，济济的色地，听见多元，看见丰富。忽然间，意中无法求同的人们，沙无到底阮应该爱往对去啊？夏天来了，太阳乖乖踮伫遐，一切欣欣向荣，热情奔放，绽放激情。忽然间，伫这个疫情中间，真惊吓敢袂冲过头的人，不得不赶紧停脚停伫遐。秋天来了，凉风瑟瑟，树叶翩翩。对着风咧变化，无法度咧按算。一时不得不经验转变的人，心内底感觉有一寡忧愁。冬天来了，天寒地冻，一切的生机拢煞，时间若亲像点落来，嘛咧敲吹心意。到底是啥物？这个时刻，唔甘寂寞的人，咧问新的世界会生做啥物？
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对着家己的意爱，顺从家己的欲望，人拢咧去每一道关受，过当甲别人的结连。基督带人要进入第五个节期，拆毁心中的关想，拍倒虚幻的骄傲，恢复荣耀的重量，建筑合一的基础，温柔、谦卑、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现在，咱无过是活人，无过是架脚的。是渐渐拼凑整齐，渐渐长大。这是一个全新的国度，繁星点点，和諧、美好、新世界。咱有无共款的想法，咱有无共款的背景，咱有足侪无共款，但是基督带咱要进入第五个节期，互咱踮伫第五个节期中间，照着耶稣基督渐渐起造属伫伊的教会，属伫伊的圣殿。咱是受着基督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为着要实现上帝的国度降临踮伫即个土地，请咱同齐来祈祷。